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今日的节目内容如同农业有关，也去年在各次的工会上实现对土地的珍惜同理想。台湾东部的三沙区主要集中在花莲水面推动绿业一大北，不过因为海拔路高，而同高山茶竞争，如果有自家的特色。水面是台湾温带有体态产体，上新业的有花开的时节，内陆偏到香米哦。不过100类有的花，平均无3类或结左右的，故所茶农如去树有花来做有花茶。本单呢，水彩仪跌下来的油花，有的新价值，也开发出一种同时有花香、麦香、柚香同茶香的彩体茶品。路亚这是由茶农从50年前推动茶叶偷偷摆发展之下，种下去的铁皮茶树保留下来，我名做阿公茶。一道茶树留有2层楼安高哦，树身未被温后含过粗，还坚持呢推动茶叶的发展历史。是茶的同时，也个从事来到发动茶器的彩体故事同人文风景。花莲水母是台湾温带族体质泰山体，面积住之前500万公顷。当年30年是主要树开发大地的时间，无论行动内都皮的都香扑扑的。我第一次采柚子花哎，走春哦，等下谁？可以这一整只采下来吗？那个，如果长得密度够，就可以整只采，没关系。摘啊！这么多花怎么采得完？对啊，尽量采，因为就像人家讲的，采花担心它9月不会有文旦柚，但其实是不用，没有差，没有这个问题的。哦。我还以为是来玉兰花园，就是路边人家兜售一车一车卖，后来发现不是，花也就很香很好。我觉得我来这边我会给他一个赞，这样。只知道柚子可以吃，但是不知道柚子花也可以利用，非常新鲜啊！哎呀，因为不知道柚子也会开花。苍岩嘅义工简拿下，跑色的花天然丰饶，将农业做法将了2-3年过後，就會自然茶體跌到櫃體內。咱恁遮就會發豆花吼，因大雙吼，特天嘛真大雙，就10個加減做。因為安尼了就會發咧講100類吼，2.7就會結果添，啊出來你也莫走嘛會跌下來。武後推提會拍台州300公尺，係花蓮主要嘅茶米產區，為到老高山茶競爭，提供發展提色茶米，油花茶就係其中之一。茶農摘油花，老茶米融入比例嘅比例，但溫血8點鐘以上就是呢。一般來講，像茉莉花茶吼，佢個花唔會浮，就是漏強下。按油嘅花吼，因為個油特別油嘅吼。佢會浮，所以講佢撈到茶面佢會浮，就冇好啉，係，所以講咧拿開來樣。茶米係用金線，也係物料，一種繁冇眼條嘅茶米，下花提出為種冬葉顯則次次嘅油花，不過油花花期仍然暫時有20年變啦，所以3兩就限，從條58年從賣強強，上為啉為等到天年。像这样这个都 OK 啦，这个颜色的。再就是说，我们还是摘取就是有完全开的，他们不带放我们就不开，因为它再隔2天它就会开心的话，那时候比较香。哎呀，小心！那会不会断掉啊？那么轻。这个很细呢。啊，很像那个哎呀，我帮你扶住好了啦。不够高可以采1支啊。这太高了，不高。表達住嘅人係老李莎漂落嘅，
因为自力如然，则如果为动动引力，老如侬体力看唔上，如果假使没冇从透过暗好嘞，动动如果然就不用机风，还那度好差侬为如法，送风开走各起手势，未解决嘞老侬问题。唔过透过为到如果好渣，如果树都经过爱法，差侬接触过后就食材机上，两下杂法为穷安用。贴到树当动辛苦。我们算是创造一个新的地方性的特色产物，然后它也是一个比较没有用的东西，怎么变成一个附加价值？熏焙的过程，我们就已经把花跟茶隔开了，但是我们只取花香，但是花是不会伴随在茶叶里面的。哦，它已经被茶叶吸收了。再就是它比一般花茶的耐冲泡程度来要好的好几倍，它基本都无油泡没有问题。甜甜的味道。对，因为它的一个甜的味道是来自于它的花蜜的部分。一开始闻到那个文焙香的时候，觉得第一的味道很香，然后有刚采的那种柚花的味道，然后喝完以后还蛮顺。对啊，就是会想再继续喝第二次。这个茶叶可以配合我们地方产业，是非常酷的一件事情。对，然后有清香的口感，然后又到后面的时候又有茶叶的余味出来，样子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妙的一个东西。70年世界拍会上係茶農電視台，後生兒兩下地種下唔多，退伍過後嘅田進烏下聽書，仲後生兒嘅重新想法。發展下到可能，咪土人插入藝術做菜過程，老菜提產業文化。如何推提為才發動就古東岸，下講到兩位嘅種茶歷史，為講到真90年前。聽老朋友講就是講，家的啲關係大過來搶先大班。甲大個咧會當甲東馬飯到東馬飯嘅，但大了咧就會走咧，就甲馬東飯都講總會上，還好咧品種下炸，保密成功率嘛一強啊。如何為菜被非貴線藝術3.5圖，體力環境老氣候，採出嚟提出嘅山茶條件。你特別選擇嚟講，秀姑蘭溪了到紅葉溪你特別霧氣較重嘛，水氣較足，所以你特別東西咪超新奇的，尤其是秋天霧氣都很濃，整個都是霧氣，所以那種農作物都清好啦，尤其是茶葉啦、咖啡日本時代，日本人地不好種咖啡，民國68年過後，政府推廣種茶。符合嘅茶人增見率見多，東埔嘅茶器會排到5個，除了發電水煤，南外之家主要產地就係推動路茶，為到了高山茶競爭，東埔茶農會遷出對自家有利嘅條件。呀，台農8號阿薩姆。也係落茶種，更加攏變新品種嘛，種嘅茶種算幾少嘅。元旦咧，日本時代有嘅種嘅茶種嘅。遼寧省嘅昌明路89歲嘅李鳳甲，民國42年對苗栗辦過來，52年開始種阿薩姆，因為好種就受歡迎，改良時路茶單都係種阿薩姆嘅。不過，睇見種茶文化改變，綠茶發展起來，風茶冇按住歡迎，茶農相隨老阿薩姆茶樹倒退，改種其他品種。後來日本冇得小嘅蝦都紅茶都沒落嘅，所以都冇人買。大概攏把紅茶廢掉，種烏龍、種金萱。我社會咧台灣人也唔曉得識啦。我個人還曉得識啦。咁披薩老茶樹倒退，而嘅茶樹你又冇倒退咯？我冇倒退啦，我都幫你啊。咩唔攀地係冇？
所以阿公嘅茶人除按用标记风力20lang yen，茶树都上到半天高，树头未被温，很难睇。规球的拢粗真多田的，规拢真软啊啦，因为迄阵人也无真理的。所有的全部都上到安国的拢按过了，之前都做5量保种，做的非常顺眼的。里面也讲诶，红茶又兴起来，因为咖啡品质又很多人要需要红茶的话，我就过来也做呀红茶。刘然山嘅田充进茶人，当然佢未啲，聪明老嘅料师，并睇茶人嘅冇奈好落唔盘的。可能50年前自家种嘅老茶树，还系按照生命力，地风急当安慰。不过老茶树生到2层樓高。為住推個雜雜嘅島，其實講冇一種矮化，按過冇矮化長唔到不一樣，因為外面有做冇矮化嘅樹嘅，做矮化嘅茶，過冇矮化嘅茶較好料，過產量高度大，雜茶唔一樣，可能係矮化。家下為了講機器嘅時間，我親唔判定。有樣親唔判定，幾冇買落去啊，係大雙。劉然山還係保留部分做籬笆，反正已經風力20lang yen，將潮維持茶樹灌溉生長方式，唔會配，唔寫入個，連水都唔淋。其實10個人大概就看天氣啦，天氣若氣候若好，愈較要產較夾，若無落水，總係也無噴水嘛，無水然愈看天吃飯啦，外個無變肥料，攏逐項攏無想拍錯變雜茶添。咁唔會要蟲嘅來生下？蟲嘅是蟲嚟攏年嘅呀，係啊。一條茶樹係推動產業偷偷發展嘅世界，中間提住批茶，下堅持嚟推動產業嘅發展時，認為係路影響最老嘅茶，所以按名嘅做阿公茶。不過用自然農法嘅管理方式，產量非常少，仍然大虧失主10lang yen。果嘅怎麼樣是水分啊，沒有是營養啊，就沒有用啊。哦，你啲雜體嚟要無效咧？也有效不會都冇雜，有帶到嘅是多，有帶到也會啊。哦，而家要嘅話，我發咧算較唔強，較無力啦。去鋪路愛日光尾雕嘛。尾雕比行水行尾像俺的绵羊那個毛一樣吼，人也算清軟，都說行水清順，行順的個海都會熟起來，變啊熟起來。就係聰明佬嘅茶人，燃燒半世紀前嘅煤水，加比些嘅飲茶，點皮率又甘又順，下一台未接下2份生命，為了好煤水繼續傳下去。还是可以，就是慢慢再把爸爸的茶叶知名度整个打开，这样子，让大家更多人可以喝到爸爸用心做的茶。其实以前大概是知道做茶很辛苦，可是真的去接触之后，发现真的非常辛苦。因為唔排得到體，殺咗食材幾方，老茶樹20lang yen冇嘢起搭，出點點嘅第3條，兩下總算就等到了春天。不單是採基地嘅做法，結合採地茶米，重新做出嚟新嘅價值。中國茶農簽到新方向，成為創造自家嘅競爭優勢。尤其2岸多年，進口茶米對台灣茶米造成動態嘅影響。發動大會拍茶器，就會攞國產茶米競爭到非常辛苦。中國茶農要想辦法行出一條新嘅路。把亞塊茶園本來荒廢到這邊，把它做起來，新的消費者可以享受到這麼好的茶葉。哎呀，所以講基本沒有給單啦。你要就是講做特色茶多元嘛哈，比如說你要做雞尾花啦哈，你做蜜香紅茶，要配比more。打出特色，強化茶體品牌，用設計方式讓大家橋下分享茶香。食材世界，同時咪感受得到茶米身體空靈嘅豐富人文，繼續下一集發動茶米嘅故事。